所以要看了面也欧店红掌列党，迦南人住在那个河谷里。这个红就是河，河就是河谷、山谷的意思，河谷的意思。江海没波熬住，到心所交，红这的崩荒。江海就是明天你们要去转身，到心倒身就是转身，所交着上路，红这的崩荒，向着荒野去。红这的向着，迦南就是迦南。迦南它宗教上用词用的这固定迦南，迦南面迦南人也住在店那些，店就是些就是那店那些红掌。这是个兔子，住在那个鹤上，鹤掌红掌，就是鹤上的山谷，这河谷，住在河谷里头。这些住在河谷，这是河谷的意思，河谷。列党的地方，江海就是明天，光日，江海没波你们熬住，你们要熬住到心转身，到心就是转身左交就是出路，出路就是上路，明天上路，红这向着，红这对崩地方，这个荒就是向着荒野，向着荒野去，荒一个草，一个荒，向着荒野去。看了面也就是住于，就是住在的意思，住那些河谷上。也店红掌列党，住在河谷上。江海明天，光日的明天，没波熬住要到心转身，左交上路，出路的上路。红这向着得崩地方，荒就是荒地荒野。哑语也不是这么好学，就是说汉语学不会哑语，汉语学不会哑语，方言可以学，因为这个汉语和这个哑语呢是两个种，不是一个种，所以汉语学不会，汉语学不会。